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天团五月天等等真侪艺人，本地这个拜五、拜六礼拜，要伫高雄梨花恁的玉里甲花莲市区来举办着公益的演唱会，煞来拄着做风台。主办单位早起伫个面册打出着公告，讲这个演唱会确定延期，这是互袂少这个歌迷心拢脆落。啊，花莲当地业者原来真郁卒。讲真无简单，才毋望着观光一点点仔的小曙光，想袂到风台来扰乱，实在真无奈。五月天和 Energy 伫咧台顶唱歌跳舞，气氛热烈滚滚。卖场本来足期待，因为11月初1、初2、初3，五月天 Energy 加上刘玉兴、各五人等等真侪个钱，要伫咧高雄、花莲玉里和花莲市区举办公益演唱会，希望当互花莲的观光变热烈，也毋过一马。还未看到五月天，就先拄到风台天，空雷风台慢慢的挖近，歌迷心碎脆脆气。因为主办单位相信音乐今日透早伫咧面册宣布演唱会确定延期，舞台特别大好势，要举办一场热烈的演唱会。听到风台天的消息，施工人员赶紧来跳舞台。花莲有这么难得有邀请到五月天来，我觉得没有来是蛮可惜的。希望还有机会他们再回来。那还是以安全为主吧。安全为主哦。那如果延期，你还是会来看吗？一定会支持。相信音乐讲延期演出的时间地点会搁另外公告，当地业者拢真郁卒，毕竟真无简单，有人起来，煞拄到风台天这暖，做生意的头家都面有面甲。我有听到是有一些退房，那可能是他们还是会恐惧。台风可能会带来一些交通的不方便。目前按照定型化契约，路上台风警报还没有宣布，所以现在取消是会有费用的哦。那所以呢，也希望大家能够保留机会，未来当演唱会再次开始的时候，能够再次回到花莲来旅游。演唱会加在是延期，唔是取消。卖场虽然暂时心情真歹，唔过当体谅，卖失志先同齐做好风台准备，等较安全的则带钱水含煞心人见面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